卫福部进前公布工课场霸凌案的调查，其中有一个顶师以强迫员工坐区做运动，却无算是霸凌，引起争议。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珠公开员工检举的内容，伊呼吁卫福部要比照劳动部，找外口的专家来重新调查。要求同仁逐工早起下昼，拢爱做15分钟的深蹲运动，甚至连休假期日本旅行的女性同仁，倒来了也该补助。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瑜公布，卫福部长教师现日的同仁所检举的赖群组资料，显示司长徐建峰强迫推销健康操，和基层员工压力真大。难道非要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要来正视这样的结果吗？呼吁邱泰源部长，针对长照师的助师长的霸凌案件，应该要比照劳动部，邀集外部的专家重启调查，并且公开调查报告的内容。王婉瑜讲，伫这几天有接到真侪卫福部长教师离职甲在职的员工传予伊的信息，也伫 FB 公开一张当事人写予伊的定情批，内面讲到究竟爱拖偌久，伤害爱偌深，才能算是霸凌。王婉瑜质疑卫福部的调查过程真啰嗦，调查委员的访谈过程拢无讲重点，毋但是伤害基层的公务员，也是官官相护的包庇行为。调查委员的访谈内容都只有针对王专员如何霸凌同仁来做了解，从来没有询问到助师长的部分。同仁们深蹲的时候还要加码短讲，委员表示说，其实1分钟很短，这样子评论是不是再次的伤害这些被受到霸凌的同仁们的心情？卫福部是回应讲，当事人并无透过这边调查程序公道回复，这个乃当透过原本所取得的资讯进行认证。若受害者正式提供资讯，有新的事情加行政司就会搁调查。对于本案出现的新事证与新证词，本部将配合当事人之意愿，可协同律师或其信任的民意代表陪同，希望当事人可以正式提供相关的资讯，协助本部进一步审慎调查。卫福部重申，针对所有疑似霸凌的事件，只要有具体事情会当做进一步的调查，一定会秉公处理，未纵容也未冤枉，互大众一个事实加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